看到台湾农业被困难，看到农村后生人引来引少，加速系园林周恩下嘅2030农家主题廖志文，同亚嘅有共用理念嘅朋友，发起嘅田丘都嘅示范作计划，伊能去拜访嘅全台各地有山耕种嘅农民，同时同示范作搬入农村，用食材地正当时嘅美食来写人，为同都市人带入农庄。故说田丘都、高树下、高山茶叶，甚至5户内省都有伊能嘅脚架。不过廖志文讲，也唔单枪系食一餐饭按简单嘅，伊能希望用食为台湾做对嘅事情，希望打帮一个计划为少农创造商机，每屯后生人带转农村。半年来，伊能已经办了30人场嘅餐会，下来1000多位人次参加嘅。农村最大的问题，其实就是在劳动人口的老化，跟这个产业结构的衰退。所有的年轻人都以到都市工作为一个标杆吧，那劳动人口就相对就不见了。那这里面最大问题，其实就产业不见了之后，还有就是文化不见了。后生有嗰啲农村嘅時間，農村因為有發展啊，因為有生命。啊！你農村會繼續保持農村，咁我農村會變都市化。農村喺都市化時期，可能有個農村就唔驚係咧。社火車是到天都岸，老作定一種辦下來變好，兩位將會幾行一場都貼貼嘅餐會。它現在這個感覺是上來這個。對。哦，它還在長，對，所以我們要挑硬一點的。哎，所以要按一下尾端，它是整個都一個弧度這樣子平的，平的這樣就可以，所以這個也是差一點。這個也是差一點。跨過玉米。種埔睇嚟農民就見會餐會為用嘅報銷，其中是啲菜湯，只土田化出咗啲很出嘅種埔，未難得行業田都。70天最晚就可以了。如果是冬天的話，要到80到85天。哦，冬天就比較久。冬天它生長得慢。照高鐵冇條用嘅食材嚟殺嘅菜單，大場餐會都有驚喜。那我們的襯菜就是玉米、地瓜、紅蘿蔔跟白蘿蔔，我們等一下會一起下去滷啊。但是就是羊排滷到快好的時候，要燜起鍋前的20分鐘再下就好，不然會太爛。好，主審給你處理哦。你 OK 哈？這個我就集中先放在一起，就是鍋底。對，就是全部一起洗完之後，我們再一起切。對。像黑豆也是，今天所有用到的豆類都是這邊所栽種的。那比較特別，我覺得，來拜訪之後，我們才了解說，哎，其實他們這些豆類都是手工，一個一個去挑出來，把劣質品挑出來。所以我們就是研發，特別為這邊就研發出來一個無形豆豆湯。只為看到農村問題，而來深鄉農家主題廖志文，除了朋友向下發起土田創作計劃，老國提珠山土地嘅小農合作，用菜田美食來相應客，老創作半業天然，老都市人帶入農村。年輕人不耕作之後啊，土地怎麼閒置？要麼就是給別人代耕，要麼最慘的就是賣給財團，賣給一些商業的單位。那這樣土地會壟斷，會集中啊。那其實這個後面產生的結構性問題是更大的。那包括糧食的集中問題。廖志文透過高質學，看出現在咪係對冇強用嘅兩份類嘢，主要係做建築業，咪做知識藝術家。雖然唔地法同大家接受嘅 demo， 為到重新體驗農村價值，大家就強用嘅理念，佢哋開始喺農村度進行兩隻生養計劃。未得到價格影響基盤點總鋪嘅義務基然。到底是你需要農村，還是農村需要你？那我們真係前者，就是我們需要農村，年輕人需要去戰場。你不管是糧食的，從糧食、從社會文化面來講話，或經濟面向來講話，其實農村是一個民生最基本的東西啊。在這一種就稻田旁邊吃一頓飯，然後去享受這種自然田園的感覺。原來今年落大水，重新高雄廿隻蔬菜都淹水地，米農嘅水量咪係比前幾年。
水晶路伊度个新冠度未少，小公司家咪系蒙天是盘个行业。天气这样会不会担心啊？天气哦，不会啊，不会是骗人的。没有啊，因为其实我们来宾都很支持我们，我们都讲说我们有雨天的备案，因为这没办法，你在外面就是这种的风险，就是说它会下雨啊。可能水系唔会天地，湖中依家日日5股落水，要做定都半年公了。其实也是半室内，外面可以看到玉米啊，类似的。对啊，这常常遇到啊。常常遇到哦。对啊。所以你们都要灵机应变这样子。对，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在户外啦，可是万一这种天气就没办法，那雨水一下去就食物就污染了，淋湿也不行。出灶水摆好加拉火，嗰種小樣布布置一下，咪係要貼貼嘅風格。和南外這片，初步組用咗武漢器材準備餐點。然後待會就全部都有做這樣。你想到什麼？下晝4點，已黑曬連累到天氣咪下落地，大幫天公包天水饺嘅時節，農民正帶嚟一下熱氣農場。其實這個玉米呢都還不是很熟，啊，如果說明後天來採的話，會更好。來，我們先來生吃玉米，體驗一下。有人不敢吃嗎？這個 OK。你還好，我們是要看好，不要吃的時候看到一半的蟲在那邊鑽。等一下，我再採一下。现在生活中其实跟以前不太一样，以前就是强調說就是不要說有蟲啊還是怎樣子，現在反而說是要強調有蟲才是健康的。像這個草哈，你看有很多高起來的草，其實這個草我已經拔過一次了，就是真的沒有錯，就是要人工下去除草，所以有機田裡面的草永遠都除不完。來到農村就是一切都是很自然的、很天然的、很原始的，然後就接觸這個自然的東西，然後都沒有加工過，然後才知道說這個東西有這樣子的面貌。從都市風嘅人，也係老輩嘅人帶嚟農村，也或者講帶嚟農場，為人親身用隻腳地嘛睇嘅農村嘅土地方、嘅農場嘅土地方，甚至呢打隻腳，安尼算係個真實嘅一種感受。不過過去呢，我哋農業發展嘅過程當中啊，我冇人安尼嘅做法。佢傳統嘅都講啊，種東西都嚟賣，從來冇想到講啊，咁我帶人行嚟田區食飯好冇？所以我認為講有個觀念同係上嘅有個接近。創會前，團隊還強硬下，老幾多窮下進行去創農村鄉土藝術創作。我們這拿着這個作物呢，放在手上了，然後這邊，然後我們請阿故事，我們這個攝影師幫你拍一張作物跟你的手的照片。好，我們會拍2張照片哈，一張彩色，一張黑白。3、2、1。好，再一張。大地它本身就像一塊畫布，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舞台，也像一座廣大無邊際的美術館或博物館。那我們希望參與的來賓呢，能夠真正的用他的雙手呢，來守護這塊土地。剛剛就看攝影師這麼專注的拍它，然後就發現手上的食物，就是跟平常完全那種感覺不一樣，很神聖的感覺這樣。因為就是有他的引導下，就會覺得好像要跟這個食物更貼近，然後有一份就是感謝，然後有一些真誠的感覺這樣。藝術家準備收集3000種手寫明信片，將第9屆大田藝術季呈現出來。佢講透過安樣嘅過程，參加嘅人老土地走得住很難親切嘅連結。所以經常是來賓回應給我們這樣子一份感動的心，讓我們願意再繼續下去。也因為這個動力呢，讓我們團隊呢能夠將藝術、人文、自然醫學還有這個美食呢，能夠帶到農村，讓農村的價值呢再一次讓世人可以看得見。可能咪係半幾多嘅精神感觸，天時天天嗰邊下降。你出出嘅時間還有半點鐘，團隊老裏邊嘅天會度住下，高老做定3葉天度。你們是在這邊？對，不好意思，對，你們4個。OK。例如說。
这2天下了非常大的雨，我们也蛮担心的。但是我想各位都是有福气的人啊，所以来的时候这边就雨就停，而且这样夕阳这样的美好，我们在支持一些有机跟友善的农业，还有一些返乡的青年。那因为农村这个是一个蛮严肃的议题，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些有创意、有趣的活动呢，能够重新把人带回到农村，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农村的文化。来，不好意思哦，那上面有夹子哦，来可以帮我一下忙吗？谢谢你。来，对不起，帮上菜哦。来，那帮我一下好不好？这叫做口袋沙拉。結果天空巴哈嘅嘅鐵本也充充肥，類似南木嘅樣氣。這樣子吃不飽，你直接上菜哦，特別好吃。要雨傘的舉手。這個下5分鐘就停了，你把它吃完，待會先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天色甜甜嘅烏嚟，唐人沖藥，連蠟燭光50盤就貼皮嘅風情。第一次坐在田里面用餐很新奇，没有想到那个空气很好，然后餐很好吃，蚊子也不少。菜也就quite好啦，quite特別啦。一般咧從老輩冇咁用啦。阿家有錄音呢？錄音哦，那個哈，比較清爽哈，比較有特別的意義。唔會影響到你吃飯的興致。唔會啊，quite好。我們消費者很特別、很棒的地方是，他們都喜歡冒險的。喜歡嘗鮮，而且對社會是有責任的。他們來是消費一個社會責任的概念，就是他們不只是來吃一頓飯而已，他們也他清楚這一頓餐後續的影響力是超過他們付出的東西啊。他們只是集中下來，把這個能量傳遞給我們，透過我們再去傳遞給下面的人。半年浪內，湯水之間的全台灣個田農農村，其盤個30浪重嘅村會，天都、保秀山、葡萄樹下。也係5通度做下有幾條嘅腳架，參加嘅人數總共有1900，而從農村小革命動力台灣個體實現。我們是透過一些創意啊，其實我們展現出來是給其他年輕人看的。你可以用這樣來玩，你可以在農村裡面營生的，為什麼你們不回來？要堅持在22K 那邊想象。對啊，那再來是消費者，他們其實是透過這樣的環境教育之後，他們會更有感。他們包括對他吃的東西也好，或是說對他的周遭的影響力，會把這個所謂的環境的這整個農村的議題慢慢去感染出去。除了工以外，其實農村還很多東西可以教嘅呀。唔係講一定要買一多東西出去一起吃，最重要就係希望我發展一個成功嘅模式出來嚇，農業成功嘅模式出來，啊，本後生嘅人以來鼓勵農村嘅人，別人有出路。今日大學畢業嘅進入後，就會看到湯水打破了年代佢對農村嘅印象，貴州都繁榮了起來。而一個漢地嘅圖書館世界，除台南湯水，全台灣行頭頭。本單日記宣強同研究所嘅記，在嘅田生友好。因為我自己畢業也是覺得說，我不想去什麼都市啊，什麼工作，我就想要說，回到鄉下來工作。對，但是其實現在最大問題就是說，在鄉下要怎麼維生嘛？對，然後我覺得，這是一個好像還不錯的機會，然後我就來。正如就講，第2位社員掉攀呢，麥介都會做，不過其實做到當歡喜，突發和材料呢個機構，透過貴業都會管理實驗室，不過兩下貴州農村出係幾個實驗室。回去信諸富橋啊，應該就是最終的一個目標，對，然後。現在說要回鄉，這個鄉有很多定義，對吧？就是各個的鄉下都可以啊。像我現在在這個鄉下，就是幫人家端盤子，我打着赤腳，我會覺得說，這對我一個童年有一個連結。只要有創新的概念在農村裡面被呈現出來，其實農村是有機會的，年輕人也是有機會的。你不見得一定要回來農村裡面種稻。也去能類嘅農村行同家，為農村創造出嚟冇強容嘅風景。未帶來新希望，佢都建立嚟製造本都市嘅原始農村老農民嘅平台，本大家有機會重新來看農村，如從而為農村價值之外，還那希望下後生人盡家鄉，本農村有無限可能。